其他人怕过少用到盐笔的哟，我偏偏有人对盐笔有特别的感情，还同盐笔变做大记录同人无相同的艺术品。刘邦云5年前并获高科技产业世界10的身份，回到家乡台中董事，用盐笔来做以创作的材料。睇亚数头方，盐笔唔但仅是拿来写诗嘅，是用有奖韩国有世界感。虽然刘邦云的产品无算小个，不过人家人受到注意嘅，但原来认识一个用盐笔创业的设计师。日记盐笔除了写诗之外，还是在创作几多可能，使用好看、设计感那种元素，和刘邦云嘅产品底摆差不多，拢包含在内。右手边呢，我就做一个往右的旋转的曲面，按拿是同样虎口的扭杆的骨架配上有动轻舒适，想起来是拿动就装饰的。左手的我们看看几多就个往左的旋转的曲面。左手也想起来有真好写，日本人是手工做的啦，咱大家装起是旋转的曲面，装去做无相款，所以变成咱同卖的是老马人都是几套到亲合加手的个级别。唔单止来看分亲手、左手用的盐笔，盐笔还是在运选刘邦云竟突破大家的想象，就连工厂用的臀碰呢，也是在同盐笔合作，找个臀碰呢变做盐笔上百个字，本人较提示。和当有意义，因为本来笔系本人写诗的工具嘛，咱做设计的时有时啊无挑过去颠倒倒啦，同个意义颠倒倒，俺本人就该当新鲜有趣的感觉啦，因为咱的笔主要你们拿来做礼品送礼较多，所以咱就想讲，安尼干脆笔上背，唔是个另外用卡片，笔上背就是写技法，你拿到笔的人，其实都看到我祝福佢嘛个法呢。工作室底摆，脑盐笔架上溜尖，手炉分立当夹个机器带出来。刘邦云设计盐笔也设计制作工具，因为佢认为爱打造品牌特色，有啲部分系顺便样铺盖。我一度去尝试，去尝试讲掠机器私人业权来加工掠手。特别讲系。投资当多钱，还工厂一道天来做一道，然后变做迁就工厂的加工的方式。刘邦云大学界系工业设计，出社会了后，也用好多界来实现其所做嘅产业。不过，设计工作渐渐变做默默嘅变化，金属、塑胶那条主流材质一直使用，工具起到当然，也开始对现场产生依附。其实在今年的世界设计的趋势一个趋势就是讲。用新的想法来做 Q 的东西。台湾的设计师其实大部分边可能都用电子厂，都专门做个电子大厂做手机啊，做电脑周边的。当然，都是我们对没就受世界设计趋势的那种风潮影响，俺就全都就起码那个材料盐笔，就去注入一道无相款的传统盐笔无的新的设计的元素嘛。创业的起点系从5年前。刘邦云用盐笔行设计嘅路，透简单嘅盐笔行加入设计嘅创意同想法。为了实现理想，刘邦云喺当时并拍高科技设计师嘅前卫身份，故土家乡台中东市，进行试验同挑战市场之路。还唔知讲，这种东西有市场嘛？按来做出来的样子啊，技术来嘛，改做含伫行的尝试。开始其实没很多相关的创业方向，向那一片，所以有一段时间，东西一家不卡聊天都迷迷摸摸啦，一家名来名去啊。关起门研发总系当故事，只有2万支半成品盐笔做盘。不过，在过程当中，刘邦云发现佢嘅选择系真可解，因为充满无限嘅可能。创意推自己盐笔行，拢是在尽量发挥出来。因为盐笔，佢系手做的。手做的东西你都是在去做动的变化，所以做动的变化，你都变做其实一直虽然是相款的铅笔，不过是在推陈出新，
变做无相款的品相，已经一直推出来啊。就像无用嘅材料，再略略加工，优势的延续岩壁嘅生命。因为能拿来别的材料，有时上尾有穷就空嘛，有时会就是说个缺口，无法度直接做变一支别的成品，个希望特别就是说浪费啦，所以咱都同咱别的废料，重新去组合方下，佮变做一支新的笔，变做意思我来支笔头机，唔要规支的树去做的，其实一摊一摊的树组合放起来，而且我就是像。主要就是像个拼布的那种感觉啦。准备研外了后，刘邦运同产品打入市场，反而唔系当问题，偏偏又系一间人公司，当到事情拢爱自家来做。其实做设计师就期望我自家做成立自创品牌，永远等于无时无刻抓头低潮高潮低潮高潮都挣扎头面对。咧中间又要自家又顾了别的生产又要顾讲嘅行销品牌嘅选择，塑造又要顾讲其他内行卖，卖点就去种来摆落浆模，种来好模。不过好东西唔惊做唔到是否嘅人。虽然一支岩笔通下到200-200 kg，不过了2-3年销售量稳定成长当中。透过一支岩笔，刘邦云嘅创造理念也是在同消费者对话。那理想希望佢係變做台灣的一個精緻的自有品牌的生活產品，佢係一個台灣人自家做的，我嘅設計唔係講模仿外國人的，我希望佢品牌同那個地方台灣和那個土地是變做同強的連接。既然是項充滿設計嘅理想，究竟該本安尼嘅能量行更加無窮困嘅路？劉邦云跳脫限制。用天然的材料编寫故事，夢想也漸漸實現。